和他只能活一个，谁死谁活，你赶紧选。老大，别再跑了！出宫这么多天，你还没玩够啊？你别过来啊！你要是再过来的话，我还是会逃的，你根本就追不上我。老大，龙小弟，别再跟着我了，赶紧跟索大人回宫吧，外面不比宫里安全。老大，你真的舍得离我而去，从此再也不见我了吗？我怎么听到龙小弟的求救声了？龙小弟该不会使诈吧？可是万一他真的遇到危险怎么办？不行！住手！龙小弟，站住！你再过来，我就杀了他！好，我不生气，你别动他。这位大哥，你到底是谁啊？你为什么要杀我的龙小弟啊？你不用管我是谁。若要让我放了他，就拿你自己的命来换。老大，你快跑吧，别管我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闭嘴，别说话。这位大哥，你是哪条道上的呀？不妨说出来听听嘛。你想要多少钱，我都可以给你的。我要的不是钱。现在，你和他只能活一个，你们谁死谁活，你自己选。老大，你快跑！你跑了我还能有救，要不然……哎，你别掐他！不是，这位大哥，咱们无冤无仇的，你为什么一上来就生死相逼呢？你是不是想要钱啊？你想要多少，你告诉我，我肯定会给你的。休再啰嗦，我要的不是钱，你和他只能活一个，谁死谁活，你赶紧选。我没办法选，我们两个曾经对着月亮发过誓，是一辈子的好兄弟，要同生共死。要么你就放过他，要么你就把我们两个全杀了吧。你不会伤害我一样啊。但你却会自杀，以身殉情，是吗？你想听我说实话吗？朱哥哥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活在这个世上，我不会为了任何一个人轻生。但如果有一天，你光复大明成功，你杀了龙小弟，我不可能成为你的皇后，我会隐居乡间，一个人生活。但是如果你光复大明失败了，龙小弟他要杀你，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去拯救你。若没有救下你，我也不会去做他的妃子，我也会隐居民间，直到孤独终老。那如果我光复大明成功了，我留下了康熙的性命，你可愿意做我的皇后？算了，我不逼你了，我不想看你为难的样子。如果那个时候光复大明真的成功了，我也听凭你的意愿，绝不勉强。焕美，你这次出走是不想夹在我跟康熙之间。
左右为难，是吗？但你还是放不下他。否则，以他那点追踪的本事，他不可能一直跟得上你。你怎么知道他追踪？难道你也一路在跟着我？你这次出走，大家都很担心你。对不起，朱哥哥，我错了。别说了，听我的话，赶紧回去吧。我答应你，如果我光复大明成功了，我不杀康熙。至于到那个时候，你还愿不愿意嫁给我，都听凭你的本心。我绝不勉强你。但是，如果我光复大明失败了，我被他杀了，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啊？我不想看到你一个人孤独终老。如果那个时候康熙还愿意不计前嫌接受你，你就放下一切过往，从了他。老大，我们还活着吗？还是都死了？俗话说得好啊，好人命不长，坏人活千年。你怎么可能那么容易死啊？我有点晕，你先让我躺一会儿。起开，别再装了啊！不是，哎，老大，谁救了我们呀？谁救了你？当然是老大我了。不可能吧？那个黑衣人的武功，你根本就比不上。我在他手底下，最多也就过3招，你最多10招了。不能智取啊！我打不过他，我想招啊，我聪明啊，我在我手上抹毒，我跟他过招的时候，把毒药趁机抹在他手上，结果他就中毒了。所以啊，他为了换取解药，就把我们两个放了。现在指不定在哪个地方运功排毒呢。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就信了。论你这旁门外道啊，我老大绝对是天下第一。老大，你又救了我一回，你要怎么感谢你啊？别缠着我就行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你还没玩够啊？老大，我知道你是觉得我听信了宫里的谣言，所以才生我的气，是不是？我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听信谣言了。真的？真的，我不仅是你的龙小弟，我还是真龙天子，金口玉言呢。那我也不想再回到那个大鸟笼子里了。你不回是吧？你不回别怪我赖账啊。赖什么账啊？在山西的时候，我可是欠了你一大笔账。我的利息可高了，你还得起吗？老大，你可不要趁火打劫啊！趁火打劫？全天下哪有你这个皇上厉害？大明内乱，你们大清趁机占领了大明的整个江山，老百姓刚刚经历了战乱，想过上几天好日子，可你们呢？朝中权贵搞起了圈地，各地的官吏设置了各种关卡，变相的收取各种赋税，你们这才叫做趁火打劫，一本万利的勾当呢！我怎么了？我说错了吗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龙小弟啊，其实这就是我要的利息。
你要记得曾经答应过我的那些话：消除贵族特权，割除积弊，整顿吏治，让全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好，我答应你，这个利息我一定还。你就不想监督着我把这笔账给还了？皇上果然是天底下最无赖的人。皇上，奴才恭请皇上回宫。老大，你要是现在不跟我回去的话，那我就在外边待着了。你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算你狠！起驾，回宫。这。皇上回宫了。回太皇太后，皇上啊是昨儿夜里回来的。哦，你这个李大总管的差事当的是越发的好了。太皇太后，不知奴才做错了什么事，还请太皇太后明示。如今这皇上迷着李易欢迷成这个样子，你竟是守口如瓶，一字不吭啊！太皇太后恕罪，皇上其实早就知道奴才是太皇太后派在他身边的眼线，所以有很多事情都不让奴才知道。你用不着拿皇上来当挡箭牌。其实呢，哀家早就告诉过你，皇上的大小事情你要第一时间禀告哀家。可是你是怎么做的啊？你这眼里头还有我这太皇太后吗？太皇太后息怒，您可是冤枉死奴才了。奴才没有办好差事，任凭太皇太后责罚。可是奴才对太皇太后那是一片忠心呐。行了，起来吧。谢太皇太后。也是啊，你夹在哀家和皇上的中间，有些差呀，你也不好办。皇上啊，他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为了一个来历不明的野丫头，九五之尊不顾，安危体面全然不顾。你说，怎么这么随根儿啊？你听好了啊，这宫中，哀家绝不允许再出现一个董鄂妃。这，奴才索额图，给皇后请安。听说昨晚紫禁城所有的宫门大开，皇上大摇大摆地接着出走的李易欢回宫了。皇上就是要这样大张旗鼓地告诉我们，他相信李易欢，宠着李易欢，然后让我们所有人都闭嘴。哼！当年唐玄宗为了迎回杨玉环，也是这般深更半夜大开宫门，毫不顾忌朝野非议。可结果呢？难道皇上想学唐玄宗吗？这唐玄宗有安禄山，可咱们如今大清也有吴三桂啊。难道皇上都忘了这些前车之鉴了？皇上本来少年英明，可是竟然被李易欢这个丫头迷得失去了本性。都怪我当初考虑不周啊！本来以为他可以帮助我斗倒鳌拜，所以帮着这丫头讨好皇上，没想到现在是养虎为患了。提到鳌拜，本宫倒突然想起了，他的疯病可有好转？没有，我昨天刚去探视过他，还是疯疯癫癫的老样子，连我都不认识了。这鳌拜一向武功高强，身体健康，怎么突然就疯了呢？鳌拜的疯
是中了迷魂散之毒，此事颇为蹊跷。有谁能够在我的眼皮底下给鳌拜下毒呢？这毒封鳌拜的人，会不会就是李太医？我也一直有此怀疑，只是苦无证据，所以现在也不敢声张。我派了最得力的人去追查他和李易欢的真实来历，可是现在还没有什么眉目。这鳌拜已经被皇上圈禁了大半年了，他的党羽也被皇上清除的差不多了，所以就算是他现在清醒过来，对我们赫舍李氏一族也形成不了什么威胁了。所以，我现在敬访良医，尽快的把鳌拜治清醒过来。如此甚好。若鳌拜能够早日清醒，也能早日交出这明珠谷的奸细，我们也能早些证实这李氏兄妹的奸细身份。这易欢简直是胡闹，也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就擅自撤离，这岂不是叫康熙索额图更加疑心了吗？义父，其实易欢此次离宫出走，事先和我商量过的。他是想刺激康熙，让康熙不要怀疑他，相信他。如今康熙好不容易把他找回去，越发珍惜他了。易欢的良苦用心，总算是没有白费。易欢居然有这样的心机了，这孩子以前可不是这么会算计的。也许他在宫中待了这大半年，让他成长了不少啊。眼下清廷跟吴三桂还没有正式的翻脸，就算他们真的开战了，我们也需要大量的军情。其实一直以来，我们都想要在清廷里安插自己的眼线，可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，都未能进入核心。这一次，你跟易欢阴差阳错的就潜伏在康熙的身边，这真是我们的意外之喜啊，也是天不亡我大明的征兆。所以你们必须要排除万难，继续潜伏在紫禁城内。我明白，我定会忍辱负重完成任务，不负各位师长所望。哇，这么多奏折，你得批多少天啊？3天3夜都批不完。你还说呢？这不都怪你啊？大不了我陪你忙3天3夜呗。老大，这一次，这要是不出宫追你的话，你是不是真的就再也不回来了？为什么呀？你就真的那么狠得下心，永远的离开朕？老大，你从前都是古灵精怪、叽叽喳喳的，突然之间变得这么心事重重、沉默寡言，说实话，朕的心里有些不安。龙小弟啊，我刚开始认识你的时候，我就冒充你的老大，我喜欢保护你，真心想保护你。到后来我知道你是皇帝，知道你居然是全天下最有权势的人，而你呢，也继续任由我当你的老大。现在想一想，还真的有点可笑，不自量力呢。谁说你不自量力了？谁说你可笑了？就是因为别人一直都在想应不应该爱朕，应不应该保护朕，应不应该讨好朕。可是你呢？你从来都没有想过应不应该，你就是本能的对朕好，本能的爱护朕，所以你特别珍贵，你特别值得朕珍惜。我刚开始进皇宫是因为对皇宫好奇，我想进来看看是什么样子。到后来呢，我慢慢习惯你给我的一切，我想陪着你。可是后来渐渐的，我对皇宫有了恐惧，我想逃离，我害怕。而且，就算你总说你心里很珍惜我，你喜欢我，可是我时常能感觉到你的心在动摇。你每一次动摇，都让我特别害怕，就更想逃离了。你看看，你又在倒打一耙。朕什么时候动摇过？明明是你一直在拒绝朕，一直对朕若即若离，
你的那些心思，朕都明白。你放心吧，朕一定不会禁锢你的，朕会尽可能的给你最大的自由，朕一定不会伤害你，朕会尽最大的努力去保护你。石树姑娘，你不是都已经走了吗？你还回来干什么呀？叔父，对不起啊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了。我本来已经下定决心离开龙小弟了，可看到他不顾一切出宫来找我的样子，我心里就又动摇了。哎，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，真是拿你们没办法。看来我得抓紧时间找个风水先生，给自己先挑一块好点的墓地，把自己的后事料理好算了。哎，叔父，不过您放心，我跟朱哥哥绝对不会连累您的。